日本《地球的部方》杂志是一本专门报道世界各国地方的小食美食，让日本人会用早出国找找当地美食的杂志。其中位伫安平路这间孙家小卷米粉，虽然经营才4档，不过因为汤头天然，而登上杂志，大受在地游客加观光客的喜爱。小卷米粉呢是属于比较清淡。因为我本身手的关系，我也吃了2年的抗生素，所以对一些化学的东西比较排斥，所以我们的汤头都比较属于天然，让你的身体比较不会那么负担那么的重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的小卷是来自于远洋渔船那个传动技术的。我们观光客在地也有，也蛮多的。都蛮支持我们的，都是吃过回来尤其台中台北高雄、嘉义，他们都会特地过来包，要不然有些出差的都打电话叫我先包一包，他们拿走。安平孙家小卷米粉是建平里面孙俊义加吴清芬翁仔某共同经营。原本伫工厂上班的孙俊义，伫6、7当前，因为倒手加入去卷轴机。治疗的过程，因为服用真侪抗生素，造成体质改变，无法度接受加工的调味料或者是食品，敢若会用个食原汁原味。因此，甲太太家己来学煮食。伫4当前开了一间小食档，期间一边经营，一边调整学习，才互品质渐渐稳定，并且受到消费者的好评。即摆登上日本的杂志，甲安平侪间的老店共名。孙姓翁仔某认为，将天然的美食提供给消费者，嘛是一种的幸福感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